带去读唐诗。客气，作者杜甫。写南写北，街春水，但见君乌日日来。花径不清言客少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盘缠凄婉无见利，顺手家贫此求败。轻易人往上对应，国利何处寻遗败？简介：在杜甫历尽千辛万苦了后，终于结束长期飘浪的生涯。在成都西郊万华溪盖下一座草堂，暂时来定居。近年来，文可陆续，可见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过当年，都是杜甫50岁，头一个到草堂来探访的亲友叫做崔元令，使杜甫欣喜万分，热诚来接客。这首呢，就是伫一款的情风下所写的，像得杜甫以前所有诗集存在沉郁顿挫的元素，规首诗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，更加有一种空谷足音接待戏客欢乐的情景。诗以客为主，按无客冷清到客气的惊喜，搁再注重接客写到陪客，最后搁再兴歌采烈，呼吁隔壁人往共饮作陪。一款细腻的描写，亲像微凉点睛之妙，确实令人情绝。这首客气将两情景加上为新编诗编织在一起，富有浓厚的生活情绪。规首诗一气呵成，毫无做作，使人倍感亲切自然。这是杜甫一生内面呢罕见平易清淡，搁再到生活情趣的喜悦。该以往所写七律的律诗，字尊古拙的风格不尽相同。这是50大寿出尘报信，令人刮目相看的杰作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搁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